乒乓砰！退休工资一单张着，3638块3角，平均一天还用121块2角菜。今朝我一带大润发去做脱一记蛋泪光，烧鸡不带收费中心去带，一只蛋挞13块，冰淇淋30包，闹鱼蛋干40包，再歇歇脚吃脱杯茶。想上外子风分开满手也灰溜溜个出气着。退休工资3600，有的在里向打种子面孔充胖子，为副是带外头，蛋里看胖哈当，低头看后事来得少哎。想想还是大润发嘞。年书记处开出来的辰光，你个发觉，曾经是苏州老百姓埃个地方的一杆秤，侪是地上的发展，当工人汉子几个。不过对于工薪阶层来讲，高钿发霉比少人是老板更加容易。春日每日节，最还是周末还有免费品尝哦。免费品尝我最欢喜，也是新鲜，也是品种多，每样吃一点点，会腹还长肉，再主要是用不到太皮。4月2号到4月8号可以免费领取一个风筝，零是蛮灵，谁在当地甚至出来放叶子，香非香。辣海里头娘个眼睛骨里，我想当一只痞子狼皮个羊。哎哟，金桔青豆子，我只50年从来分吃过。来呀尝尝，随时都他只有11块9角。哦，对，他单着，收费中心吃一个，一打还吃4个。黄鱼年干，就去开场里烘一烘还吃。哎哟，年干吃着，身浪向一股硬味的，看来真的是阿胶黄鱼啊！好，四福鸡、后切凤梨酥，甚至到夜宵辰光最欢喜吃。哎哟，搿马可配列别个讲，你到海不是啊不是个，鸡鸡海灵，来呀不身子哒哒。阿爸，搿能海吃么多毛鸡啊娘？零着再海吃，扣毛扣发毛，退休工资3600，解决温班再严谨，东北豆皮来2百，菜鱼来1桶，一打不打，一日天退休工资单光。有种人讲蛮海在，想想计划经济时代，想想平撇公营的日脚，不是我不想依靠私地，困蒙头里向三间个乐趣，让不拉事业单位退休的人来享受更加合适。我想得再多个是沙坪路通哪杯，洋来送中哪杯，真的急死人！哎哟，还得会得毛帐篷了呢。上海话说讲的，雨中浪漫再用得上。可惜雨伞参工在河道再来。